板条，北青埔、南美浓、中苗栗口味其实都不一样。我们在我们师傅那边，他们那边是属于比较硬 Q 啦，我们这边是属于软 Q。抓住苗栗乡亲喜欢的口感，在南米浆调配玉米淀粉，比例靠经验拿捏。他现在在干嘛？浓度，姜的浓度，完全靠这一关，这关调的不好，出来就乱七八糟。掌控出浆之后，蒸煮、揉制、裁切制成板条的任务就交给自动化设备。做了几十年的梁金城也逐步交棒给3名子女。我们的东西没有加防腐剂，然后我们每一关都自己做好严格的把关。所以年轻人得花更多心思把自家的好东西推出去，要改善机器设备、卫生标准，还有行销管理。有些想法在老爸眼中也不讨好。我们小到连制服都可以炒，对啊，就是制服啊，然后管理的制度，然后还有很多，我们都可以炒。所以下一代在接棒的过程当中，难免会理念不合，难免会争吵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过我们跟儿子那些都会慢慢达成共识。我们会跟他讲说，不能做我们的讲法了，做我们的磨良心。做我们的讲法了，要做我们的磨良心。客家人的精神。不能说谎，也不能没良心。对。上午3点出货时间，看到年轻人坚持的另一个龟毛之处，一定要冷藏车来保证板条新鲜直送，多花一些成本来顾品质，也为了擦亮40多年的招牌。几年前参加板条王的比赛得奖是口碑上的另肯定，而现在第2代3姐弟努力的在管理上、销售上注入年轻的冲劲思维，也希望让他们自己非常骄傲的板条更广为人知。做我们的讲法了，也做我们的磨良心；做我们的讲法了，也做我们的磨良心。